係細細個就有睇佢嗰啲節目嘅，咁今日見到個叔叔都覺得真係會 shock 啦，都好快已經原來已經83歲啦，咁都好可惜啦。咁但係當然，我覺得佢都呢一個好 fulfilling 嘅一個 life 啦。佢係香港4大才子啦，咁好出名嘅喺香港。咁基本上都應該冇人唔識佢，或者冇人冇睇過佢節目或者佢啲書嘅。有食過佢推薦嘅餐廳，好似粗菜館嗰啲都係睇佢嘅介紹，所以先去嘅。我哋呢代咧係睇住佢一路嗰啲介紹啊，或者係佢啲節目嘅。咁佢係介紹咗有香港特色嘅嘢。非常遺憾，因為畢竟當時是香港的4大才子，作為自己的香港的美食是很好吃的，所以當時也是4大才子之一的蔡瀾嘛，他出了一本那個書，然後我在香港的時候拿了這本書，一家也會去訪問一些，吃一些。佢好識飲識食，同埋佢揀嘅餐廳真係或者佢揀嘅美食啦，真係好難忘嘅。佢揀嘅餐廳係幾有心思，同埋個質素係好高嘅，即係好有香港嘅懷舊風味咯。都覺得可惜啦，咁就希望佢都即係安詳啦，係啦。佢呢一世咧都不枉此生啦。我都見過佢嘅，有次食飯咧都見過佢嘅。佢周圍食嘢噶嘛，咁我哋又周圍食嘢噶嘛，咁有時咁撞啱佢啫。咁佢同佢打招呼，佢都好打招呼，佢都好和藹嘅，好親民。佢係好人嘅，我覺得佢以佢嘅人生嚟講咧，佢唔會覺得唔舒服、遺憾。佢好灑脫嘅喎，做人應該係咁灑脫咯。